继续是新北市地动的灾情，来看这个中和的连城路有一间5层楼的厂房，地动的当时崩塌，有4个员工掉伫内底。警消第一时间先救出着3个人，还有1个人掉伫放落去的牛条的下骹。可你加在手机啊，就伫伊的身躯边，确认伊的意识清楚，无受伤。消防局经过2点半钟的救援，顺利甲救出来。啊，真幸运的是，伊拄啊好掉伫个黄金三角的迄个空间，所以完全拢无受伤。5层楼管的厂房，和地动准一个随崩塌，敢若剩2层楼管，那铁厝的厝顶坍起，结果嘛歪高起错。地动的当时，1楼印刷厂有不少人是赶紧走出来逃生。可能比921还要严重，这是我没有碰过有这么严重的这样子。因为我们921，我还在床上，我都觉得不能。可是今天的感觉是比921还要严重。好在在2楼以上的员工是全部及时走出来，也不过1楼印刷厂的员工有4个人掉伫内底，警察甲消防先救出掉伫较外口的3个人，也不过还有1个未赴走出来，掉伫崩塌的牛条下骹。警察甲消防是派出特殊队评估救援的可能。掉伫内底员工成功意识清楚，也不过厂房崩塌，土扫粉应甲规世界，加上天气烧热，警消惊着山，一直为空棚提水，互伊解吹打。好在这员工人是掉伫黄金三角，2点多钟了后顺利获救出来。就地震震一震，然后就东西开始倒，然后就掉下来，躲在就凸起的货物中后面。啊，你身上有被压到或是受？都没有。员工人无受伤，连两救拢唔免，也给咱家己行上救护车。这间厂房崩塌的意外都发生在新北市中和连城路的工业区，5楼的电子厂材料的损失估计上百万，4楼的仓库应该嘛是全部毁了了。3楼甲2楼是股票礼品含道德游戏的生产线，损失农业个的评估。1楼印刷厂敢若机械的设备都爱上千万，损失恐惊会超过1亿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